呢一個係講東漢末年嘅時，東漢戰亂嘅時候咧，呢一個名臣嘅塞翁之女塞文姬係被逼嫁去匈奴左賢王噃。咁但係左賢王咧對佢非常之好嘅，又因為佢好仰慕我哋中原嘅文化，咁佢亦都生咗2個仔。點知咧漢朝忽然間話我要接翻文姬翻嚟咧，係著書啊，即係寫好多嘢㗎。咁但係佢又因為咁，雖然話係遠離咗外邊咁遠啫，但係佢又一頭家，又佢離開老公又離開仔女，咁亦都係一件好凄涼嘅事啊嘛，係咪？嗱，以下呢個戲呢，就係鄭子明同埋易麗娟飾演左賢王同埋文姬嘅。咁佢哋2個嘅功夫呢，大家都見過唔少噶啦。而家我哋又俾啲熱烈嘅掌聲，再歡迎佢哋2個同我哋繼續演出《文姬歸漢》。多謝你哋啊，多謝你哋啊，掌聲啊！
傳令我滿腔惆悵。何因紛飛亂鳳，怎奈玉環無芳？但捨棄絕代峨眉十載恩情隨水撞。回來了，大王請坐。文姬你坐。大王啊！夫妻本似了同林，好怕好景不常難依幫。恕我不明言中意，衷情剖白又何妨？是否邊疆有事起兵勇？文姬唔係，嚇，唔係，唔係啊！望色而斷，靠接講。唉，文姬殷勤執手兩相看，墨語無言情慘創，妻離溫又熟得，而且仲勝太賢良。你有咁咩秀才華？人間看此生何幸得此美滿妻呀！望十載胡地時光，問叫你心情。是否歡暢？十載風孩亂情深如海洋，君王情意總難忘。
文姬，可能漢朝諸藩採鳳還巢，你又如何發放啊？嚇！大王啊，臣妾仲有思鄉之念，到底亦不忍別胡邦。文姬，孤王盡問你一句，乜嘢呢？比如私情與公義兩者孰重孰輕，素讓你有過人嘅才幹啊！大王啊，私情豈及公義重，先忠後孝，與非同啊！如此說，我哋夫妻今日便是緣盡之期。哎呀，文姬啊，點解呢，大王？理由田。因看帝特明欽差張之鋼，金銀馬路賜孤王，屬你迅速歸漢朝文翰，強屬吾妻五內驚惶，若是嬌妻從此回大漢，關山阻隔欲見艱難，苦斷腸。但淨懷念成凄愴，願念天邊雲中岸，卻是我熱淚淹羅裳。我心傷藏，有怨恨難償。文姬啊，你讓夫郎細把文姬看。文姬，為使恨海難填，孤王要馬上提師與漢邦對抗啊！大王，倘若為臣妾，而照令到生靈塗炭嘅，我亦苦心難安。孤王要
判交戰死在沙場，也不願令峨眉歸漢啊！不仁必是還須別，大王，請問臣妾何日返漢光？文記，今日便要起程啦，文記。今日就要起程啊！文記，今日咪變太匆匆，今生緣已盡，前程如夢，去望望，彷彿都似我心馬間，紅蓮清酒離愁，接駕嘅香居，準備迎鳳凰，關山遠隔萬千重，誰問蕭郎乘陌野路，傷心途有，只得淚千行。試問憑誰教導小王兒，下換無哀啼聲慘楚。啟稟大王，漢使居駕臨門，恭請娘娘回邦就到啊！傳孤口諭，稍後偏事。大王，轉眼天南地北，
後會無期。王兒年幼，望大王你善事驕兒，你亦要自家保重至好啊，大王。罷了文姬啊，此際空見長相對，依依難別離，此後樓台未見倩影梳妝，偏偏悄悄盼望。奏到恨無一語為護，依依惜別會無期，我與夫郎對望。啟稟大王，何時再三催駕，說到若不啟程，就回報天朝，興師問罪啊！興師問罪，大王，臣妾不能不去咯。文姬，等我送你一程啦，文姬。便是容易，便是難緣盡今生。難再同悔望，情緣難再續，且將此愛對郎，念問憶文姬，此去空留痕，念情夜夜守空此相對，淚千行，悲傷苦短長，情如生時心如霜。幾回心馬碎，意如狂，父子憑欄望看邦。三更雨，兩地看，夜夜心隨明月
當銀漢於華園，一見榮世啊，同樣駕到請上香居。此時一別會茫茫，我含淚怕回頭，步上香居回望大王。文姬，大王珍重，文姬珍重，喜情。文姬，文姬。香居已在文姬去，綿綿此恨比天長。